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到美国留学前很建议大家先买的东西。娃娃 TV。首先呢，不管你是到美国旅游、留学还是移民，只要你的飞机是飞往美国的，都可以带2个这种大行李箱，然后还可以带1个这种 carry on 的小行李箱。不过近年来呢，很多航空公司都规定，小的手提行李箱呢不能超过7公斤，除非你坐的舱等呢不是经济舱或者是那班飞机不满。不然，一般你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他如果看到你有 carry on 的行李箱呢，都会叫你拿过来称一下重量，然后帮你做个重量标记。有时候呢，你背的那种后背包也会哦。那如果你躲过 check in 时的称重的话呢，那在你要登机的时候呢，他们可能也是会帮你称重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好，那回归正题。大家到美国前呢，都要先准备些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，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，就是眼镜跟隐形眼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美国配眼镜呢是需要处方签的，你配眼镜或者是买隐形眼镜的时候呢，都需要去找专业的眼科医师。这不仅费时又伤财，在美国看医生可是很贵的，而且他们动作又超级慢的，所以建议大家要到美国前呢，可以先配好眼镜。如果你担心的话呢，可以再多配1副来备用。那也建议有戴隐形眼镜的人呢，要买足隐形眼镜再来哦。好，那第二个需要先准备好的呢是太阳眼镜。太阳眼镜呢，也可以说是美国人必备的物品之一，在外面几乎人人都有太阳眼镜。在美国呢，大家戴太阳眼镜呢，不是为了时尚或者是装明星，大家戴太阳眼镜呢，大部分都是为了遮阳。美国的太阳呢，跟亚洲的不太一样。美国的太阳呢，真的是超级大、超级刺眼的。在台湾或中国，在外面不戴太阳眼镜其实也还好，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。你在外面如果不戴太阳眼镜的话呢，是很伤眼睛的，因为太阳会大到让你很难完全睁开眼睛。你想，如果你整天眼睛都保持着这样子，你是不是会很不舒服？而且这样长期下来对眼睛也不太好，容易得白内障，而且眼睛的旁边这边很容易长鱼尾纹哦。好啦，其实如果你没有近视，或者是你是戴隐形眼镜的话呢，那你可以先不用买太阳眼镜，没关系，可以到美国再买。美国的太阳眼镜没有很贵。但如果你有近视，或者是像我一样不戴隐形眼镜只戴眼镜的话呢，那建议你先配好1副有度数的太阳眼镜再来会比较好。原因跟第一个一样，因为美国配眼镜要处方签，太阳眼镜也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第3个很建议大家可以带的呢，是一些你常用的药品。美国的药品种类很多，但你刚到美国，你也不知道要买哪一种比较适合你，所以建议大家到美国前呢，先准备一些常用药品，例如感冒药啊、头痛药啊、胃药啊，或者是一些跌打损伤等等的药物。至于维他命之类的保健食品呢，大家可以到美国之后再买，因为这边比较便宜啦。而且大家到美国玩，好像也都是带这些东西回去，所以也没必要特地再从那边带这些东西过来。好，那第4个呢是衣物。其实美国的衣服很便宜，如果行李箱放不下的话呢，可以简单带个几件，剩下的到美国之后再去买就可以了。不过如果你是走日韩风的话，那建议你还是带着好了，因为美国可能很难找到你风格的衣服，美国都是欧美风的衣服比较多。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是要到加州的话呢，建议你可以带一件小外套，因为加州不管是春夏秋冬啊，它早晚都很冷，所以不带的话，我怕你会后悔。好，那第5个的话呢是电子产品。电脑的话呢，如果你本来就有笔记型电脑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拿过来用。那如果你没有电脑，或者是要换电脑的话，那建议你到美国再买，因为美国的电脑呢绝对比较便宜，而且学生呢还有学生折扣。如果台湾的同学怕在美国买电脑会没有注音键盘的话呢，那先在台湾买一个键盘贴纸就好了。那除了电脑之外呢，也可以带一个 USB， 到学校下课之后呢，可以找教授 copy 他的 PPT， 如果他同意的话了。那带一个 USB 呢，也方便自己可以到学校的电脑去做功课，不用每天背着一台大电脑到处跑了。那再来呢，也很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录音笔。一开始大家到美国上课的时候呢，或许不太熟悉，跟不上，这时候呢就可以用录音笔先录下来，以便回家之后呢念书可以用。好，那如果你行李都收完，还有一点空间的话呢，那可以带一点你喜欢吃的零食。其实不管是加州、纽约还是西雅图，只要华人多的地方呢，就有很多华人超市，
里面也有卖很多台湾或者是中国的零食，所以如果你要带的话呢，就带一些比较不常见的，像是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这边华人超市几乎都有。哦，对了，像是那个鲜渣饼有没有？我们这边好像就没有。另外，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好吃的酸梅，我还蛮喜欢吃酸梅的啦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吃酸梅的话呢，可以带一点哦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如果大家还有想到什么，或者是有什么疑问，不知道什么该带不该带呢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或问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